来去绿岛，2年前拄好有机缘对人民做主的团体去绿岛行踏，宣扬民主的理念兼佚佗。印象中上深的，就是去海底藏味。阮住的民宿是送浅味，我想讲，既然来到绿岛，应该去海底世界甲看卖。我就甲贴钱换藏味，一开始试藏，我的耳仔一直痒痒，加上因是提供面罩式的呼吸器，互阮浸袂惯势，喘气一直喘袂顺。伫水底的我感觉压力真大，经过教练耐心的指导，总算有较顺啊。准备要入去美丽海底世界，教练有传熟棒，要互阮来成鱼仔。我念一点仔棒，就随有一阵五花杂色的热带鱼冲过来，围伫我的分须边抢要食。虽然真欢喜，毋过嘛有淡薄仔惊惊。阁有看到像蛇旋来旋去的海鳗，对着海流摇来摇去，真妖娇的漩涡。阁有岩石、磅空、沙地，种种地形，其实就甲陆地共款。我以早正想要像一尾鱼仔，自由自在伫海底游来游去，可惜我也是无遐自在。伫海底干那喘气，就互阮真无安全感，而且伫海底愈久，就开始畏寒起来，真正是看人食鸡肩扫扫。教练有教我翕真侪相片，只是藏味的面，互面罩遮着，大家看起来拢相像，你应该认袂出来，迄个人是谁。另外一层是去参观，迄时拄成立的国家人权博物馆，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。甲阮做解说的解说员是在地的少年查某囡仔，伊讲伊也未来遮上班以前，伊拢毋知影因遮有关过政治犯。伊问阮逐个，有人知影啥是白甲蛇？有人又讲是海底，也是绿岛的虫拖。原来毋是虫拖，是白色恐怖时期台湾的政治犯经过关押、刑求、审判、少年线的折磨了后，坐长途的火车，才阁换船来到绿岛服刑，人人面色死白。加上迄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政治犯的丑化，岛上的村民看到拄上岸的政治犯，两人一列互扣手铐，排规排经过因的庄仔头的政治犯，都用白甲蛇来警惕因。听了心内真艰苦。好伫加在经过长期的接触交流，因盘烂出感情，像有的政治犯是老师，就教村民的囡仔读册；有的政治犯是医生，就教幼村民看病；有的政治犯种菜、种稻仔，互降压的人食，顺续教村民伫海风尽头的绿岛安怎来种菜。虽然是时代的悲剧，嘛互咱看到人甲人之间温暖的互动。大家一定爱去以早俗称的火烧岛，甲看卖哦。